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3日，係咪第3日？第3係嘛？尋日係1日。係咩？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去玩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快樂，好清晰，好有活力，好靚，好叻，好型。我係媽媽，我係個女，我係老婆。我嘅目標係要同人一齊玩，好咁樣就可以 happy，好咁樣就可以 sad 到，咁樣就可以 angry 到，咁樣就可以 excited 到，咁樣就可以 surprise，我可以scared，好咁樣就可以worry， proud， 好咁樣就可以 shine 到，咁樣就可以worry 到，咁樣就可以 sorry 到，咁樣就可以 surprise 到，咁樣就可以我好感恩我有 emotion， 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玩，阿老公好錫我，成日都陪我。我好感恩我個父母兄弟姊妹都健康，好感恩我有好嘅朋友同我一齊玩，一齊成長，一齊傾偈，一齊 process。我好感謝我個老師同學生都好認真咁樣面對我哋，就面對自己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認真，多謝開心。如果中意就嚟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